蔡总统今仔日嘛来宣布，未来放弃任何的机会，全力来搜救。同时 ，F-16这种战机全面来停飞来做检查。蔡总统嘛要求彻底来查明到事故的原因，应该负责的就负责，应该检讨的就检讨。总统蔡英文参加全球企业论坛开幕式的颁奖典礼，颁予优秀的企业家，不过心情煞真沉重。蒋上校是我们国军的好长官、好弟兄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才啊。那我已经要求所有单位不能够放弃啊。蔡总统嘛宣布 F-16战机全面停飞定检查。空军已经将 F-16全面停飞进行检查，那我也要求必须要彻查事故的原因啊，那该负责的就负责，那该检讨的就检讨。17号暗时F-16战机失去联络，蔡总统随紧伫人面前爱国防部全力搜救。副总统赖清德嘛爱大家替蒋正治加油，莫放弃任何希望。